喺呢個3重嘅政策優惠下面咧，就可以能夠5% 首期免印花稅，仲有1萬蚊政府補助先。究竟邊啲政策適合首次置業嘅朋友？第一個咧就係 First Home Guarantee Scheme 5% Deposit。咁呢個政策咧其實就一直都係有㗎啦。不過喺2025年嘅5月開始咧，收入上限移除咗，變咗係冇收入上限。以前有個名額限制嘅，咁而家咧移除咗呢個名額限制之後咧，變咗大部分嘅首次置業朋友合資格嘅都可以去申請，只係需要5% deposit 啦，唔需要額外俾 mortgage insurance 嘅情況之下咧，可以借足95%。以墨爾本或者 Geelong 做例子咧，樓價有個上限就係95萬啦。其他州嘅上限咧可以參考呢個表。第二個政策咧喺 Victorian Government 做例子啦 ，Stamp Duty Exemption 或者 Concession。簡單啲嚟講咧就係個 dutiable value，如果係60萬以下咧，印花稅全免。咁至於60萬過咗點算好咧？60萬同埋75萬中間咧會部分減免。咁至於樓價超過75萬啦，就唔喺呢個資助裏面啦。所以好多朋友咧睇中佢嘅物業咧係過咗75萬嘅時候，個印花稅確實都係一筆唔細嘅數字嚟㗎。詳情咧就可以參考呢個網站，有更加詳細列出申請嘅資格，乜嘢物業可以喺呢個優惠裏面。但係留意喎，佢用嘅字咧叫 dutiable value， 中文叫做應課稅值。咁咩意思咧？舉個例子，買地起屋淨係得塊地嘅啫，咁個 dutiable value咧就淨係計嗰塊地或者係已經起咗嘅部分。第三個優惠咧就係 First Home Owner Grant。如果我哋購買全新物業，樓價喺75萬以下咧，係可以有1萬蚊嘅政府補助嘅。喺呢個3重嘅政策優惠下面咧，就可以能夠5% 首期免印花稅，仲有1萬蚊政府補助先。假設我睇中呢間物業咧係82萬，喺呢個新嘅政策底下咧，可以享受到5% 置業嘅優惠。但係咧首次置業嘅 Stamp Duty Concession 啦，或者係 First Home Owner Grant 咧就享受唔到啦。咁我咪要白白揞多幾萬蚊出嚟俾印花稅咯。如果 housing 咧就確實係另一個故事啦，唔單止咧可以5%，亦都可以咧享受1萬蚊嘅政府補助同埋免印花稅。究竟係點樣操作嘅呢？因為當你買地起屋嘅時候咧，印花稅部分咧只係計算地價嘅啫，咁間屋仲未起啊嘛。只要土地價格咧係60萬以下咧，就可以享有印花稅全免。舉一個例子啦，呢間屋咧大概73萬左右，建築費用咧就大概係32萬啦，地價咧就係大概 around 40萬左右。首次置業嘅政策底下咧，地價咧能夠少於60萬，可以印花稅全免，總價咧係75萬以下，可以有1萬蚊政府補助。更加重要嘅就係能夠用5% 嘅首期就可以入市去起屋，而且施工咧係分期付款嘅，可以減輕咗付款同埋還款嘅壓力，變相更加低嘅成本咧，可以開始到置業嘅第一步啦。咁買地起屋嘅好處係乜嘢呢？一嚟全新物業啦，可以享有1萬蚊嘅政府補助啦。第二咧，新起嘅屋咧，嗰個能源效益咧會好好多，同埋個維修成本會低好多。咁特別而家新起嘅屋咧，要滿足一個7星級嘅能源嘅效益，無論係採光啊、節能等等咧，都會有更加好嘅表現嘅。買地起屋咧，通常係啲人口發展緊地區嚟嘅，社區設施咧會越嚟越成熟。如果東南區呢邊嘅 Clyde North、Berwick 啊、Office 等等，西區嘅就係會偏向於 Vindonvale或者係 Tanit 一帶嘅地方。咁亦都有個好處嘅喎，就係你可以去揀唔同嘅 floor plan、唔同嘅 pattern， 自己中意嘅建材，建造一個咧適合你、屬於你嘅自己嘅屋企。對於首次置業嘅朋友嚟講咧，呢個唔單止係你第一間屋，而係咧用最新嘅標準、最低嘅成本建立我哋喺澳洲嘅第一個家。雖然買地起屋我哋講到咁好，但係都有幾點要留意嘅。建屋需時嘅，一般嚟講咧都要7至到12個月左右，所以咧我哋要預留翻呢段時間，可能我哋要繼續有過渡期啦。喺起屋嘅時候咧，我哋都有地方住嘅。做 mortgage 嘅時候咧，都會有個叫做土地貸款、建築嘅貸款，感覺上好似好複雜，但係申請嘅時候咧都係一次過去申請，有啲優惠咧係時限性嘅，所以喺簽約之前咧，記得揾一啲法律嘅專業人員咧同你去檢查翻呢一啲嘅細節係咪能夠你可以喺呢個限期裏面去享受到嘅。用對方法揾啱政策，咁你就可以更加快咁樣喺澳洲置業。如果你都想知道咧喺邊啲地方可以揾到75萬嘅 housing 咧買地起屋嘅 package 咧，直接 PM 我，咁我同我團隊咧會同你聯絡，了解你嘅需要，同你一齊去分析。多謝大家收睇，我係 Ricky， 同大家分享到呢度先，拜拜。